台南关子岭、台河镇关子岭火山碧云寺的天公庙，就在碧云寺的山门的往右走，上来就找到。天公庙，然后玉皇大天尊，还有供奉九天玄女，有供奉太子爷公，供奉南斗星君还是北斗星君？哦，好多变哦！古代的那个木头上面有刻字，然后有烫金，有抹金粉。还有这是关子岭火山碧云寺的天公庙。中华民国105年，公元2016年2月1号，今天东山碧轩寺信众恭送观世音菩萨神像回火山碧云寺，农历过年后大年初9考出世，深夜11点半以后再迎接回山下东山碧轩寺，还有绕境活动。